好，礼拜将在2分钟后开始，提醒大家把手机关震动或者是静音。酸掉。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已经被尊崇，他是至高的君王。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愿天上地下都呼喊他的圣名，愿我们都呼喊他的圣名。他已被尊崇，他已成为至高君王。我要赞美他，他已被尊崇，他作王到永远来赞美他圣名。他已被尊崇，他已被尊崇，他已成为至高君王。我要赞美他，他已被尊崇，他
尊崇，他的名被称为至高的君王。他在天上，他在地下，要永远作王。我们接下来用第二首的诗歌《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拯救》。在风浪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赐下平安，他是我们的亮光。诗人这样子说：他们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他的才能完全失效。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救他们脱离祸害，他使风暴停息，他使浪涛停止。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在于耶和华，世界唯一的亮光，画下拯救的红线，你知大能彰显，让万民进入救赎恩典。我们呼喊，主你赐下力量。在于耶和华，你彩虹为约定，你施行拯救，领我们进入方舟，愿全地得救，你应许必成就。敬拜你，深渊就与深渊呼应，你话语进入人的灵，天堂门打开，你同在降临，属天平安为人心。请游玩去徛着。咱用新的界面，三家来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
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课应文，今仔日要课的是古信诗第34，我来课，恁来应。咱所听见的有一锤神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指子的影。伊无好形状，无位移。伊受看轻，互人放杀。伊受看轻，亲像互人毋面无看的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犹阁无开喙。阁亲像羊伫剪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出气。伊虽然无行强步，喙也无诡诈。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请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上帝。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在工作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可能会跟同事之间会有一些纷争。求主能够柔软我们的心，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来面对这一切。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很多人在身体上、健康上有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求你大大的医治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医治的上帝。求你能够抚摸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坚强的来面对。也求你能够解除我们的身体的病痛，日渐康复。主啊，目前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发生战争。主啊，相信你能够赐和平给我们，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知道，应该是相信主你，而且从你而来那边才是真正的得胜。主啊，求你持续的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认识你。我们将最大的敬拜跟感谢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孩子祷告，阿们。接着我们请社青团契来进行赞美。赞美的歌词是主如明亮星星。
们谢谢社青的诗歌。刷来了，请读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6章第6到第10节。实在咱旧的人，甲伊同定，互罪的体会回去，记到咱莫搁做罪恶的奴才，因为已经死是得到亲做义来脱离罪。当咱想，若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在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国活，无搁死，死无搁管辖伊。第10节，因为伊的死是罪做一摆死，伊的活是上帝来活。接着，我们请蔡长老来证道。今天里证道的题目是十字架与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请跟隔壁的互相道一声平安。请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再来这一周是受难周，我们心非常的不舍，但是一方面，我们因为你伟大留下宝血的救赎，我们深感惭愧跟庆幸，因为我们得以跟主、跟上帝复活，是因着你的宝血。你荣光进城，被呼唤钉十字架，你被牵到受宰之处，也不开口。主，全能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用纪念的心，用诚实的祷告，用安静的陪伴，在这受难周的时候与你同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今天有没有感觉到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天有没有花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特别去问玉芳，玉芬看是玉芳看是谁插花的，玉文看是谁插花的啊？这个已经老年痴呆症了哈，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哈。尤其进来，感觉上我们好像迎接君王进来，终是主日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进来。不要忘记哦，现在是礼拜四太阳下山以后，那算是礼拜5，耶稣是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在看下面，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又到车上去才知道说我的眼镜根本没有带来，所以你们我看到下面都是一片模糊哈，好像德恩兄有回来是不是？哎呀，好像是对像在，还有我如果没有看到，就请你们谅解，因为我实在看不到，因为我只有看到那个吴长老的白头发有看到而已。但是昨天晚上3点多，我突然起来，我就在想说，本来在美国打委内瑞拉的时候，一下子就斩首了嘛，对不对？那以色列跟美国在打伊朗，到底要打多久？圣经怎么写？所以我突然睡不着，就开始起来翻圣经，再看那到底是不是那个末日所说的那个米吉多山谷林的亚米吉多顿大战，末日快到了，还是说雅各跟马太里面所谓的以南人耶和华要带以南人再回归，就是以南嘛，再回归。东方的12国要攻打以色列，什么时候？突然又看到一个新闻，说油价要涨了哈，今天要涨1.7块，没有加油的赶快去加油。其实有一些吸收，但相对的是受难周，我们圣诞节很欢欣鼓舞的庆祝圣诞节，可是受难周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受难周？我们今天是中式主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棕树，和散那，和散那，大家互相呼喊着进入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不理我，他跟我有仇，不理我。我看看，有了啊，好。那么为什么我要高调进入耶路撒冷城呢？其实说高调，我觉得也不算高调了。骑驴有什么好高调？应该去战马。可是因为
撒迦利亚书所讲的，所以我们原文所讲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去。经上所记载那个经就是指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所讲的，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好多次，好多次。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比较特别呢？我在想说他去借驴驹的时候，应该全城的人都传遍了。哦，弥赛亚要进城嘞，耶稣要进城了嘞，他要当王，他要攻打罗马，让罗马的政权倒下去，他要做王，我们得救了，我们得到释放了。所以我昨天突然想到，在3点多我起来一直在想，伊朗，照理讲，美国、以色列攻打伊朗，伊朗人很痛苦嘛，对不对？俄乌战争的时候，乌克兰人气得要死。可是没想到，那种飞机轰炸第1轮之后，听说民众都跑出来，一直呼喊：自由啦，自由啦！因为在伊朗里面是个神权国家，穆斯林99%都是穆斯林，反正你是穆斯林家族，你出生就是穆斯林。你要改为基督教徒很难啊，要受很多的折磨。所以他们说，现在全世界基督教发展最传教、宣讲基督教、传福音最热烈的地方是哪里？是伊朗。可是伊朗到底有几个基督徒？统计不出来啊，因为都在地下教会聚会。有人说30，有人说300，那一般来讲说大概100万，那不管多少。我有想到一件事情。以色列是非常不相信耶稣的。你看塔木德书，我们看那个律法的那个整个的摩西的律法613条里面，其中说你不能做、你不能做、你不能做的有365条。我就说奇怪，怎么刚好365条，一天一条了？那所以就是你最好不要做训示的哈你要怎么样？你要守什么节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其他的才是有365条，说你不能有365条。所以犹太人是活得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们都背得很熟。可是里面的，我就看说，犹太人怎么看不出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呢？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是受膏者啊。虽然认为耶稣也是一个受膏者，他们没有否认耶稣是受膏者哦。甚至穆斯林教里面也认为5大先知之一，其中一个就是耶稣哦，他是个受膏者。什么是受膏者？以扫嘛，要封王的时候，他不是撒母耳去跟他膏抹吗？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撒母耳就去跟他膏抹为王啊。受膏者有没有外邦人受膏者？有啊，古列王。其实那个原文叫 Cruz。居鲁士，我们的那个历史课本有讲居鲁士王有没有？波斯坦居鲁士王 Cruz 古列王，他完全不知道耶和华居然膏抹他，让他把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让他回去圣殿重建第2圣殿。神的作为很奇妙超乎你的想象。你不要以为我才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直认为我是神的选民，可是什么是神的选民？神耶和华也会选不是他的选民的人来拯救他的选民呢。所以昨天我就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讲到说，我今天讲到要不要重新再改一下里面的内容？所以想一种半夜3、4点钟再改的话，这个也太不厚道了，因为好久都传 PowerPoint 给人家。但相对的，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节日我特别在提醒你们，礼拜5是受让日的祷告会。你说受让日祷告有什么关系？我在家里祷告也一样啊。圣殿的祷告跟家里祷告是不一样，因为你在这里跟耶稣一同受苦。早上一进来，我看到贝如，我们的心肝宝贝。嘿，贝如，他在长老，我看得到了啦，你是5啦。你是神坛来自哈蒙的，你是5啦，你已经看得到了，感谢主啊！那种心里有一种澎湃的感觉，说真是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每天为他祷告我还是会为你祷告，因为你还没有手术完毕啊。可是你会觉得说神多奇妙
前几个月，我每次看到贝如的时候，我看到他都是流眼泪，说：“蔡长老，我眼睛看不到，我这个眼睛看不到。”但奶子忘掉了，好，反正有一次眼睛看不到就对的了。可他今天突然说：“你不要再比了啦，我看得到了啦。”我心里说好感动，感谢主，真的非常感谢主的受难是带给我们得救主的受难是给我们救赎如果没有主复活的救赎，如果没有死定十字架的宝血为我们而死，今天我们来这里做礼拜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不是为了形式来做礼拜。我也在想说，为什么我们来做礼拜？我们是为了形式吗？因为礼拜天不来做礼拜好像怪怪的。你说你觉得怪怪的，你真的不要来，因为上帝不一定接纳你，可是上帝会接纳你呈现在你里面的礼拜，因为你的心跟上帝是亲近的。所以他们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驹，为什么呢？进城的规格啊，是君王的规格。因为撒迦利亚书说，骑着驴驹是君王。可是我们觉得君王的规格应该骑着战马，有没有？像亚历山大帝骑着那个战马，哇，好威风的这样进城才对嘛？怎么骑着驴驹？可是，在他们的习俗里面，那个宗室还有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一直呼喊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君王进城。所以耶稣也一样哦，遵照这张君王进城，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所以他骑着驴驹，而不是骑着战马，就很清楚的告诉整个的犹太民族，他来这边的做的王是全世界的王，而不是现在世俗的这种王。可是以色列人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那些祭司、那些文士，听到这些人在喊何珊那，何珊那。第二天又看到圣殿被耶稣去把洁净圣殿，对他们讲是深恶痛绝啊！这个人呢，不除掉，非除掉不可啊！所以等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彼拉多讲一件事情。我是当个审判者，我当了33年的法官。那审判者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查不这个人有什么罪啦。一个法官说，我都查不出你什么罪啊。今天凯道有329有集结嘛？一个宪科的先生在那边集结，他也说他也没什么罪，可是法官就查出他有罪。可是这是法官说，我查不出你什么罪，然后百姓还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你会觉得说，这些人定他十字架的人，可能就问他看看，你有没有去喊何珊那？姚弟兄，你有没有喊何珊那？有没有？有啊。可是喊定十字架也是你所以相对的，我们一直在想说，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今天讲这个人啊，是君王多好多好，5天以后啊，说这人多坏多坏，一个人好坏5天之内差别那么大哈，奇怪呢。一个人5天之内，其实是4天而已的变化这么大，从那个最伟大的君王到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匪头，非常可恶的恶人，到底是谁是恶人，谁是好人？所以我昨天晚上就一直睡不着，一直在想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上帝啊，原谅我！就像我太太跟我讲说，你干嘛？人家直播在带歌，你在后面在那边捣乱。直播对不起上个礼拜在后面跟你捣乱，你就不要唱的那么多，干嘛跟我在后面跟你捣乱？真的，因为突然医生跟我讲说，反正是你喉咙治不好的，你就尽量唱嘛。所以我就尽量唱，没想到唱的比他还大声。我去听事后去听比你还大声，对不起抱歉。相对的，你看撒迦利亚书第9章9节跟我们怎么讲啊？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大大喜乐。听到这个大大喜乐我想到现在。每一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普珥节第3天。什么是普珥节？普珥节就是那个末底改去找以斯帖，跟他讲说，你要去跟，因为那个哈鲁水鲁王那个整个的那个大臣，整个的要去杀死，整个的要灭以色列族，所以末底改跟他的子女以斯帖讲说，你要去见王。他说：“见王的话，没有见过，也许会死掉。”说：“没有，是不是你今天能够当王后，是为了今天这个事情？就像约瑟所讲的，是不是今天你们所做的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以色列是因为这个样子而得救，从失败、从绝望、从悲伤到欢乐。所以普珥节是个欢乐的节日，以色列人庆祝普珥节是很欢乐的节日，所以以色列人去攻打伊朗，他们认为说他是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因为伊朗本身在阻挠以色列。然后我又突然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以色列人到现在，犹太人到现在，以色列国还不认耶稣是弥赛亚。可他找的跟他联手的是谁？是川普。川普是什么？川普是纯福音派，非常相信耶稣的人。一个完全不信耶稣的国家的人，找一个非常相信耶稣的人，两个联手，而且非常的骂街。然后就在普珥节第3天，他们在攻打伊朗，攻打到什么时候？我在想说，可能会攻打到逾越节，1个月以后。本来以为2天呢，现在已经拖了快1个月，所以油价一直在上涨。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最近有几个教会的都是外教派外教派的牧师，突然最近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七堵的那个好像整个的录音带好像有流传出去的感觉，很多人会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听那个七堵录音带的讲道，知道你是监察委员，所以打电话进来。他是什么教会的什么嘛？那个教会绝对不是长老会某教会的其实我都忘掉了。他说要跟我讨论一些问题，等等等等的，甚至会问我说：“你觉得说在旧约里面的那个美伊战争是代表着什么？有代表着那个整个的以南，是不是在代表着那个以南人会得到耶和华的释放？以南人是伊南嘛？那为什么耶和华的释放？就是以南人在神权的国度里面，他会被解放，让宗教得到自由。你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到信耶稣基督。我说对不起，我不敢讲。我记得1995年，当初1992年我回到台南，那时候我在教界还小有名气，所以很多人1995有一些牧师要联合发起在1995年的闰8月，希望我能够签名，能够去当发起人之一。我拒绝了，因为我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到。耶稣讲末日什么时候到，是没有人知道的。为什么你们都知道？耶稣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奇怪了，我都觉得说你们这些研究神学，你们这些牧师怎么这么厉害？比耶稣更厉害？耶稣都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到，可是耶稣跟我们讲的最明确是什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嘛。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所以末日就来到嘛。民有没有攻打民？国有没有攻打国？有啊。可是耶稣不是说攻打一次啊？到底是攻打几次？到底是怎么样？不知道啊。我只能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准备好。你们都像10个童女一样，另外5个童女有准备，5个童女没有准备，我们都要准备好啊。你不要看耶稣骑着驴驹进城啊，是当王是做王可是呢，才几天。你就把它钉十字架，那我就问你，从今天开始到受难日，到耶稣到复活的这段时间，这一周这个受难周，你是要高兴还是要悲伤？我觉得这个都不必，你要祷告，你要安静的祷告，你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要用感恩的心来祷告。若不是耶稣替我们受死，你今天有资格坐在这里吗？我今天有资格站在这里吗？惭愧啊！因为我今天其实就看到那个玉文插的这些宗师柱这样进来那个心你会觉得说，我真是个罪人，我有什么资格得到主的怜悯？我只会喊和散啊。可是喊钉十字架的也是我呢。你说我没有喊钉十字架，因为我不是生在那个时代，那是2000多年前的。可是你经常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我经常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批评、怨愤、不服、埋怨，你不是经常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吗？
西安的民呐，你的王要骑着驴驹呀，你的王到这里了，他是公义啊，他要实现公义，并实现拯救。哇，所以耶稣来的话，就要推翻罗马政权，他们都解读错误。所以在塔木德经里面，他甚至特别强调，那么弥赛有2个，一个是约瑟的儿子，一个是犹太的后裔。但是都不是耶稣，耶稣后代他不是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因为都被钉死了还弥赛亚，所以他们还是不相信。可是等一下我会讲，本来我讲的故事以后我要变，因为我发觉到现在以色列的拉比是非常相信旧约圣经的拉比，开始渐渐的很多人开始相信基督教，甚至在宣传基督教变成一个传教士拉比变成传福音的传教士。我们所看到伊朗那个理论上来讲是坚不可破的穆斯林，结果现在他们非常相信耶稣，越来越多都是地下教会。他们很期待说，有一天一旦那个革命卫队政权倒下去之后，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耶稣。我在想，我是想而已哈，我没有看到。如果有一天伊朗政权瓦解了，那个基督教搞不好比大陆当初刚文化大革命瓦解以后速度更快。那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教会增加几个，他们不叫增加几个，他们是叫做增加几倍。他们教会会增加几倍。所以我们耶稣为什么要高调进城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是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骑着驴不是骑着战马谦和和。其实这句话里面，如果你真的去把它细细思想，耶稣来做王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来打仗的，他是和平的君王。不错啦，启示录里面跟我们讲，哈米吉罗顿大战之后耶稣自己会率天兵天将自己来打这么一场仗，战胜以后有千禧国度出现。可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告诉我们什么？这是谦和。可是他们只看到这里，他没有继续再看到撒迦利亚书12章、13章怎么写。他会受砸进去。什么叫砸？钉十字架里面，他手脚就被砸了。我们念圣经有时候就是念一段，为什么你不全部把它全部念完呢？我们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城哇！撒迦利亚书说：“你看，你的君王来了啦！”可是他们要的是什么？一个世俗能够解救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王他们要的是王要一个人做王。就像那个撒母耳，他们就跟撒母耳讲说：“别国都有王，列国各有王，所以个人人有一些，所以你帮我们找一个王吧。”撒母耳说：“上帝啊，他们不要我了。”上帝说：“错了，他们说不要我，他不要上帝，他们要王。”所以我们经常在找王，人类就是很喜欢找谁做王没有这个王我们就失掉方向。其实我们有王呢，我们王是谁？就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那时候称呼他们，一边叫他是主，一边就不相信他嘛。所以我们看到什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耶稣诅咒无花果他那个神迹里面要告诉我们，他的时日已经到了，所以他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多结果子。他进城的第2天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权柄，他把那个整个的那个耶路撒冷做买卖的人赶走，说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殿真的是万民祷告的殿吗？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希望会有你们能够做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在心理上跟上帝祷告。在圣殿的祷告功效非常大的。比如你在圣殿有没有祷告？有。功效非常大。你有什么委屈，你有什么哀怨，你放在心上，你跟上帝讲，神会不会听？他必垂听。你说，可是我在讲说，他叫我种威力财，可是我为什么都不种呢？因为你妄求。雅各书4章3节告诉你，不要妄求。可是我这个祷告是真的很有理我觉得祷告说，我希望我的儿女很健康，为什么没有？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有时候你说神，你就知道说你要照顾我儿子，比如你就
神一定会让你眼睛康复嘛，你不要祷告，那神都知道嘛，对不对？神会告诉你，因为你不求啊。说我眼睛为什么没有好？你不求啊。所以相对的，我们在做第3天的时候，就进入静修日，也是安静下来。说明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你什么时候能够安静？你每一天，你都觉得我时间，就像我来讲，我都觉得我每天怎么时间排得那么忙了，这么一睁眼，秘书就进来说：“哎，委员不要忘记了，今天礼拜5啊，因为我经常礼拜6又跑去上班。我对我时间我都没什么概念，都问人家说今天几月几号。所以听说现在70岁以后要做那个驾照要重新考试，要有一个叫做认知测验。他现在会问你说今年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我告诉你说，我看一下问我一定被问到，因为我经常忘记今天几日。所以今天我看到江山来4位说今天是329青年节嘛，对不对？所以青年主日嘛，然后我们总会是第5月啦，所以5月初我会特别在为青年讲，因为今天是重视主日。其实我们经常对时间没有什么概念。你让法官的人你就很清楚，你问他说上个礼拜3的中午你吃什么？可回想一下，上个礼拜3、午中午你吃什么？吃饭啊。吃饭吗？有没有吃鱼？有没有吃肉？是什么鱼什么肉？我们人的记忆没那么好，可是耶稣会静下来，因为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都忘掉一件事情，静默也是一种祷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听神的旨意。也许耶稣说：“就他妈的，等一下，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要告诉你，我要再讲。”可是你就一直讲，神啊，你不听我祷告，神啊，叫，叫完说阿门，只说就等一下了，我要跟你讲话了，阿门。上帝，我祷告完了哈。我们经常跟神在画帕拉 Ken 呢，讨价还价了，之后就走了啊。是说等一下，我告诉你我的旨意是什么。可是你走了啊。所以我们经常在受难周那第4天，其实是第4天的逾越节，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门徒洗脚。以前我在别的教会有时候都会，那个桂香说叫我传那个在西安教会的影片，西安教会第一次洗脚，那时候也是没有牧师嘛，所以我们就办祷告会有洗脚。而且我们那时候都指定说这2个比较不对盘的，比如说我跟这波比较不好，那我就帮这波洗脚。一边洗，刚开始洗不太愿意，洗到最后2个人都抱头哭，我洗完教会那是哭成一片，每个都互相跟你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不会啦，不要这样讲了，对不起，我不要这样讲了，对不起，就是这样，全部都在哭。耶稣帮门徒洗脚时，门徒说：“你不能帮我洗脚，都是奴仆下人对上面的人才有洗脚。”耶稣说：“要做上的，要做下，要做主人，要先学会服侍人。服侍很重要，今天我希望那个贝斯声音大一点，我跟仁祥讲说：“我们把贝斯声音调大一点。”他说：“那个仁君每天在家里很吵，他一直练贝斯，一直练。”他要练到最好，说你看我觉得今天的贝斯声音很好听啊，所以调大声一点。他为了能够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他就每天练，他每天练几小时，加起来几百小时，才能服侍2分钟、5分钟，好不好？值得啊！上帝所喜欢的，就是你用你的心在服侍上帝。然后呢，耶稣设立圣餐、圣礼典。告诉我们这是他所立的新约，圣餐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让我们跟主再一次的相合。然后礼拜5我们就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整个受难周的表让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所有的行程里面都是在很安静，然后甚至耶稣口不出恶言的人，甚至跟这些法利赛人辩论，因为他说：“我如果不再教导你们，你们这样继续下去，真的是不好啦，
不要这样了啦。外表就是一张脸，很懂圣经，可是真的懂吗？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吗？那我告诉你们，听得进就听，听不进最少100个人里面1个听得进就好，最少可以留下这些东西来。所以我觉得耶稣真的用心良苦他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还谆谆不悔的去教导这一些王子，这些硬邦邦的石头。第二个，恩典跟十架，宝血跟十架。我们所看到的，在伊甸园里面，第一次就流血就在伊甸园，他们用无花果树遮着身体嘛，害羞嘛。可是上帝帮他们做什么？宰了一批羊，用羊皮把它披上去。其实那已经在预表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当羔羊而牺牲，但真正的血是谁的血呢？该隐跟亚伯。上帝接纳亚伯的，不接纳该隐的。该隐，那个红十诫就会回答嘛，眼睛红了，心叫什么？对，上帝就接纳亚伯的，不接纳我。上帝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就怎么样？这亚伯被杀了，这上帝就被杀了，他的血就到上帝的面前哀嚎：上帝啊，你要为我伸冤呐！为什么我的哥哥这样杀死我？我又没有做错事情，我选最好的献给你而已呀！我也没有顶撞他，我没有跟他吵架，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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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问上帝为什么吗？不要告诉我答案，我相信每个都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行？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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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帝有时候很烦呢，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都不听我讲我都告诉你的，可是你就不听，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讲亚伯的血冲到上帝的面前，那个上帝就问该隐说：“该隐你的弟弟的血在向我哭叫哀嚎啊，在向我诉苦啊，你做了什么没有？”他还装着无辜很多人不是很多人，今天会有很多人就会装着无辜我都没有，都不是我，突然天上倒下来的钱。跟我没关系我的口袋在这里我当法官突然那个法包很大，有口袋钱突然掉进来，那个这波在公安局如果钱掉进来，你告诉我一下，分我一半钱会突然掉进来，就这样掉进来，所以说买房，我想说不要再讲买房子了啦，当个法官当这么久，买不到房子会被人家笑，钱没有掉进来没办法看什么时候钱会掉进来。我每天祷告上帝，我现在买房子，赶快钱掉进来，钱掉进来。上帝说那是妄求。可是我们看到耶稣流的宝血里面没有哀嚎心甘情愿，痛苦啊！这十字架期间里面，他讲的话不是说这些人坏蛋，一边喊我那个和珅一边把我钉十字架，上帝惩罚他们，上帝让他们都不得好死这讲的好像比较粗鲁一点。可他耶稣既然怎么讲？神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每次听到这一句话，你心理上会觉得，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受死，竟然讲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赦免他们。我们能做到吗？我自己觉得我做不到，我很惭愧。我们要学我们要在学主耶稣的脚步，因为我们做不到赦免他们，甚至他们讲说：“神你怎么离弃我？”讲归讲，可是他会眼睛看着约翰，看到没有？你的妈妈
所以老约翰就把他接到以弗所教会，最后在波莫海岛的那个约翰，把他养老终身。他讲的都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心痛了一下。受难日我们礼拜5的祷告会，最后我们会吹蜡烛来离开，成了，成了。什么叫成了？救赎的工作成了。一片的安静，下阴间。3日之后，主耶稣复活，因为十字架的光仍然在。所以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有讲说，新约中保的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应该所流的血，所洒出来、所流出来的血，比旧约里面亚伯的血怎么样？更美呀！亚伯的血是一种埋怨，哎呀，上帝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可是耶稣毫无怨言，血流出来到干渴为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个字，叫做阿嘎贝。为的是一个字，是牺牲的爱，毫无条件牺牲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跟救赎，我们的救赎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救赎，我们今天受难周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说救赎是我们是把上帝的从上帝里面赎回来，像土匪里面，就像那个现在柬埔寨里面都要拿钱去赎人。我们不是跟魔鬼赎人嘿。我们是因为欠了上帝的罪债，从亚当夏娃，我们本身欠上帝的罪债。那欠罪债的话，那就杀猪杀羊啊，找无瑕疵的去献祭嘛。那是我们平常的小罪，可是那种根深从我们老亚当所带来的罪，根本没办法洗除。所以当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发生一个什么？老百姓被火蛇咬死了很多，他们就去跟摩西讲说：“摩西啊，这不是办法啊！你把我们带领出埃及啊！结果你看这么多人被蛇咬死啊！那我有上帝啊，怎么办？”上帝说：“你做一根木头，做一根火蛇的像，你把它缠绕在上面，把它缠绕着，然后只要百姓仰望它，就得救。”各位有没有知道那个医院的标志是什么？一个十字架，有没有？在一条蛇。你觉得医院怎么用这个标志？那是救人、救赎。我们为什么要用仰望的？那你医治的话，就用水还是用什么洒一洒，全部就好了？没有，你要仰望，仰望十字架。那里有魔鬼，可是十字架战胜了魔鬼。你仰望他，你就得着痊愈耶。你要不要仰望他？要跟不要而已。我们当然讲说，以色列一定是有仰望，因为你的肉体已经遭受到痛苦了。那我问你，如果你的灵魂生病了，你的灵魂已经被火蛇所侵蚀，你的灵魂已经魔鬼所占据。你的灵魂已经被魔鬼所占据的时候，你又会做什么？你要不要仰望？还是不会啦，上帝都知道他会救我。你要仰望，仰望，所以仰望是头抬起来，很谦卑的看着上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谦卑？我们用我们谦卑的态度来跟神一边的契合。所以呢，仰望我们第一次的救赎，为什么到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本身还在期待弥赛亚的降临，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本身是个受膏者，他不是神呢，所以耶稣是神，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穆斯林也没办法接受，他是他的先知5大先知之一，穆罕默德也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赎，可是很好玩哦。穆斯林还会相信再一次的救赎哦，还会再一次神会再一次来救赎他们。犹太人也一样啊，第3圣殿会重建啊，等第3圣殿重建，充满着红牛，
亚米基多顿大战之后，千禧国度就会来临。可是慢慢的，其实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把以赛亚书53章跟诗篇22篇从头到尾念一次，你就会他说啊，不是都讲了吗？旧约就有了啊，旧约就表明耶稣他是个救世主，而且他会为我们受苦，他会被砸的话，那个就是枪砸进去，就是钉十字架嘛，你手跟脚就会被砸进去嘛。流血，旧约就有啊。那个以赛亚书53章，其实从52章11节开始，53章里面所讲的啊，那个，尤其你去看那个诗篇22篇所讲的，他的衣服也被剥掉啊，他还被人牵呐，他的耶稣也被砸了，他会流血流到没有血等等的，其实旧约里面都写了很多耶。昨天我再读一次，我甚至把那个出埃及记12章就是逾越节，我重新再读一次之后，我的感受更深呢。旧约离我们现在啊，可能我们都认为旧约我们有新约了嘛，所以旧约不重要。旧约就在应用新约的事情旧约在应用主耶稣基督有200多条里面我。昨天看就是有一两条，我昨天看了100多条，里面就在写耶稣基督的事迹旧约哦。那为什么犹太人还不信？所以相对的是我们的心硬，我们做错事情还要硬凹，这是人的本性。本来我们人的本性做错事情还要硬凹，所以耶稣第一次的救赎是我先赦免你的原罪。之后，因为我来是成全律法，耶稣来不是废除律法，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所以耶稣也是受洗呢。受洗他为什么我要尽诸般的义？因为受洗从施洗约翰开始，其实如果从用洗来讲，从祭司要进入圣坛就一定要洗净自己。在约旦河，施洗约翰为大家受洗，用水受洗，所以耶稣也到加利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为了尽什么诸般的义，要成全律法。律法叫我们怎么做？耶稣完全成全律法，我不是要废除律法，耶稣是成全律法。律法所写的，耶稣是就照着律法全部成全。如果你去看旧约，你会一直看，会觉得，这不是写耶稣吗？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心硬，以色列人是心最硬的。以色列人最会赚钱，但是心最硬。因为他们非常骄傲，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头脑特别好，真的不能否认以色列人的头脑真的是特别好。就像我没有157，我老年痴呆症，我大概是只有57但相对的以色列人头脑真的好。可相对的，我们还会有什么？因信而称义。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耶稣自己本身脱离人类罪恶的奴仆，因为我们成为罪债，在上帝那边的罪债，我们是奴仆所以耶稣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些罪债，付出了他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本来是主日的一个记号，就变成一个荣冠的记号。我们戴十字架，我们觉得很光荣。可是如果你在罗马时代拿个十字架，人家讲说这个人疯了。那是就是罪大恶极的人才会上十字架，所以相对他把我们救赎出来，然后凭着耶稣的血，这些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血，这些羔羊的血，耶稣是一个受宰的羔羊，为我们赎罪。所以保罗说什么？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就了上帝的义。所以因信称义，我们会有第二次的救赎。受难周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救赎，你会不会得到救赎？那是很重要，因为第二次的复活，耶稣再来会得到一个救赎。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因为我们相信道成肉身，那个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那么在第14节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啊，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会挨饿。他会痛苦，他甚至哭了，在拉撒路那里也记了1章的经节，每次看到那张经心都会痛了一下。耶稣哭了，
神学家当然会解释的很多，耶稣为什么哭了，讲了一大堆，为什么写那么多呢？耶稣就哭了嘛，因为他那时候是人呐、甘呐，哭了吧？耶稣哭了，所以在以弗所书说一神，众人之父。那么这句话很美哦。他这什么叫一神？他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耶稣，就是圣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住在众人之内。但住在众人之内，这个有个前提，就是你要请耶稣进去。那启示录3章20节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请他进去，他才会跟你一同坐席。你有没有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我们要想想看，你有没有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他会道成肉身，可是你竟然不请他住进你的心里。所以神是公义的，因为我们灵魂已经跟有罪而跟上帝隔绝了，我们没办法见上帝。耶稣借着十字架为中保，让我们跟上帝再合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这保罗先生讲说，我们可以勇敢成为阿爸父神呢。阿爸父神呢，多高贵的名字，多伟大的成就！每个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个都是阿爸父神的儿女哎！不要自卑，要谦卑，而不是自卑哦。自卑是那个自卑感的自卑，我们要自卑是什么？是谦卑啊！我们要谦卑，但是不要有自卑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最伟大神的儿女。所以相对的，神救赎的条件是什么？其实救赎条件本来很简单嘛，神是无所不能啊，所以救赎的条件本来就很简单，是神的慈悲怜悯，说你们有罪，全部把你们赦免掉好了，那就没有罪了嘛，怕什么？对不对？全部赦免掉，是不是？神说赦免掉哦，事情对不对？那个还那么麻烦干什么？有罪，神就就赦你没罪，就像特赦一样，这种特赦你判多久都没用，我就把你特赦，什么都不必。可是相对的啊，神也告诉我们，他要有公义啊，所以你们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要为罪而付出代价。那就简单，然后我们就找一个人啊，一个人愿意牺牲的人啊，以利亚好不好？撒母耳是非常好的人嘛，对不对？那找撒母耳来献祭，可是问题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呐，一个都没有啦，人人都有罪，触犯上帝了，人人都有罪，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啦，死后有审判呐，没有义人呐，所以没办法。既然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什么？既然没有义人，我们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什么？一个义人，我们要找一个义人来做挽回祭呀。我们要献祭，找谁？找义人。有没有义人？那没有嘞。大家都是罪人啊，尤其我就是罪人啊。纵然我愿意献祭，我也不够资格。那么只有神自己本身降生为人，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人，他是无罪的人，来替我们受死。所以那个人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主基督为我们受死。其实后面有一个故事，时间到了我不讲。我现在是在想一件事情：免疫战争，伊朗人如果免疫战争的话，其实对基督徒是好的。开始基督徒可以信耶稣了，而不是被强迫一定要穆斯林，再一定要信回教。免疫战争的好处是，连以色列人的拉比，一个丹尼尔拉比，他是保加利亚的首席拉比耶。这个首席拉比，他因为他的同事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他跟基督徒在交谈之中，突然发觉到，他虽然心很硬，我是拉比，我当然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当然不相信耶稣是救赎者啊。可他心里是慢慢在动啊，因为那时候保加利亚遭受纳粹要将所有的犹太人定为犹太区，要开始虐待犹太人。他就去跟国安讲，他是拉比，很有权利跟国安讲，叫国安一定要跟那个他们交涉，一定不能迫害犹太人。这保罗也还是被迫害啊。
之后他就逃到以色列复国以后，他就回到以色列呀。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把加利亚的犹太人全部带到以色列去呀。他说他们的首席在以色列人，他也是在亚比那个地方是首席的拉比耶。什么叫首席拉比？也就是他们的首席等于祭司头耶，拉比耶，首席耶，是耶路撒冷拉比法庭的法官呢，多大？可是有一天他在做决印，看到一个犹太人，一个年轻人在那边翻那个圣经，基典会的哈，基典会。都会发圣经，新约发圣经很好玩哦。今天发圣经只有发新约，再加上箴言跟那个诗篇而已。他在那边看，他很生气。我是拉比，你是犹太人，怎么可以看新约？那个年轻人不单一般年轻人都很冲动、很生气。那个年轻人笑一下说：“我要看看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以扫啊，保罗。”以扫啊，那个大卫啊，那这些都受膏者，包括那苦列王、基鲁士都是受膏者啊。他笑一笑，他也没有跟他争，他跟他骂。结果年轻人一般都会跟人家回骂，他没有跟他回骂，他就那个年轻人笑一笑，他说对不起，我就是拉比，首席拉比，拉比非常尊敬的。我们看的都是妥拉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有613条的律律，可是我们能不能看一下？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跟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他听到这句话，突然呛了一下，年轻人满脸的笑容。他说：“对不起，态度非常的好。他怎么骂他，他都非常的好。”他这样回家以后，他就回旅馆，他出去外面再替人家讲道。出去旅馆的时候，旅馆里面。我们的旅馆真的是基甸会做了很好的事情。各位看到旅馆都有一本什么？基甸会的圣经。他突然翻开来，圣经，他当然会看诗篇跟箴言吧，他非常熟啊。可是前面的是什么？是新约呢。他突然新约开始翻，他就会太熟了啦。翻，怎么新约写的跟旧约写的一样啊？新约怎么在应用旧约啊？一直翻到3点的时候，突然上帝的异象显现，主耶稣的形象在他前面。他说：“你是耶稣吗？”笑一笑，消失了。他立刻读经，之后开始泪流满面，跪下来：“我错了，原来弥赛亚已经来临，他会第2次的来临，我错了。”他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讲：“我不当耶路撒冷的拉比法官，我也不当比亚的首席法官，我要出来传教，传基督教。”那些同僚把他骂得要死，几乎断绝他的生路，每天骂他，是有的人甚至在背后用石头打他。这次轮到他完全的微笑。最后，他的同事很多人被他感动，因为人怎么骂他，他只是笑一笑。他开始出来传道，一个首席拉比在传教，传基督教。所以我就看到好多的拉比的事迹都在传基督教。最后来讲，受难周礼拜5，我真的要诚挚邀请各位能够来的尽量来。来的做什么？不是听大道理。来的是陪同耶稣受难。这个礼拜希望我们安静下来，用我们沉静的心，用祷告的心，跟耶稣在一起，一同受难。我们现在来唱圣诗来，我们坐着唱就好。我们通常都站起来唱圣诗，我们就坐着唱圣诗，因为我希望你们看他的字，每个字里面你们看到的是什么？一边思想一边唱，你要一边试。唱诗不是应付啊，反正回应诗就唱圣诗嘛，不是。这是台语的，你如果看不懂台语，你看他的歌词，你就坐着看他的歌词，你会知道他在写什么。来，一边唱，用我们的心来。小林，小林，我做老会，我主
艰难修定的心意，稳定嘅大自心里边，忍耐的高万岁。是个心内高相并，我心坎坷忍袂过，马赛那虽然马赛。多开无停，也袂报答但愿我心的尊敬，万分爱多幸福。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甘愿屈给家己，为着阮受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你为我们无罪的你，愿意为我们流血而死，来洗清我们的罪，让我们跟上帝再和。求主你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而死，我们要每一天珍惜的每一天活着的日子里面，因为你的恩典更同在，你的恩典何其伟大！只要我想到主的恩典足够我用，我还有什么好求？还有什么好埋怨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即马请备办心来奉献。请起立唱奉献的诗。请游玩徛伫用上银388首，因光归圣父上帝。
请蔡长老来就读。谢谢主耶稣，你为我们流血，救赎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在受难中的每一天陪着你。陪着你在受难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跟着受苦。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救赎。求主耶稣，您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陪伴着我们一生一世。愿最后所祈祷，阮顶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你每一个人三甲天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衰。阿门。请坐。好，我们看一下周报上面下周主日的圣工轮值。那有负责轮值的，请预备，做好准备。那本日的小组分享是约翰福音11章45节到第14章。那今天在夫妇妇女团契在本日就今天的12点40分有健康生活我最行的专题。那我们谢谢敏佳，敏佳现在是在高雄医学大学职能治疗系，那他会来跟大家做一些有关职能治疗的演讲。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来踊跃来参加。那第3点，本周五晚上8点是我们的受难日晚祷会，那也请大家来准备踊跃的参加。然后下周日是主日，是我们的复活节赞美礼拜，那也欢迎大家来记得参加，来赞美我们主的复活。那关于我们学生的今生奖学金，那从今天到4月5号，记得时间到4月5号，那来进行申请。那符合资格的同学，记得将资格的证明来交给陈国义长老。那我们今天聚会后会在4楼有召开长职同工会，那请长职记得准备。好，那我们本周的新眼光的读经进度是约翰福音的第15章到第19章。那我们本周是泽博可以要讲一下。好，那我们请泽博。大家平安。那很快讲一下我们这礼拜的进度是约翰福音11章后半到14章。那他新眼光的进度应该是有经过安排设计的，就是说刚好我们今天读的就是棕树主日主耶稣进入，就是他在让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就是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的附近，然后就今天早上我们蔡长老的信息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这边就是11章的部分，就是讲他犹太人他要就是从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轰动，那所以很多人都信主，所以他们就是很怕说犹太人起来造反，就是这些祭司跟法利赛人，他们怕说要是而且又是逾越节快要到了，所以他们怕说万一犹太人造反，那罗马会派军队来镇压，那说不定就把他们原来的一点点犹太的自治权也把它都夺走了，所以他们就那时候大祭司就讲说，那我们就要让一个人来死掉，来一人死来救全国，那这就是应验以赛亚书的预言。那
再来那个12章的部分就是讲到棕树主日这边的描述。那还有13章的部分就是讲到耶稣开始设立就是和门徒的最后的晚餐。那其实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看到，就是其实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很多的事情，约翰都没有写，就是在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福音书讲到一些他跟那个就是跟文士、法利赛人的之间的有一些辩论啊，这个约翰都不写他比较着重的是他跟门徒的互动就是他那个说有希腊人来找，说要那个他们有一些希腊人也会在逾越节来过节，那他们要找耶稣，然后门徒帮他们来引荐，那然后耶稣这边就在13章的部分，13章部分就是开始讲到那个最后晚餐嘛，那有讲到耶稣的为门徒洗脚刚才我们的蔡长老也帮我们有非常的完整的那个讯息，然后那14章的部分也是继续他就是跟门徒的他对门徒就离别前的这样的一些讯息非常多就是从13章开始，然后14章一直到16章这都是那然后那我们这礼拜的部分就是14章的部分，就是那个14章它就是安慰门徒就是你们不要忧愁这样子，那然后你们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然后那个设立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那这个他会一直反复的在提在那个后面15章的部分也会一样还会再讲一次。那然后另外再讲到很重要，就是他离开以后，圣灵会降到他们的中间来。那这中间就是他跟门徒之间的一些对话，还有一些耶稣讲的话，都非常的怎么说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分享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在小组里面再来详细讨论。谢谢。好，谢谢哲博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就来进行默祷。那在默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家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来进行祷告，然后为蔡欣颖、蔡欣文、Johnny 跟斯丁、思文，还有文章、玉玲、思美的身体、心灵健康来进行代祷。那结束后也互相问安。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那大家记得12点40分可以多参加，留下来参加敏佳的那个职能治疗的说明。谢谢。